Hello，我係 Matthew。有朋友喺 Facebook 見到我 po 咗一啲蔥油卷嘅包，就問我究竟點樣去做，所以我就想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做嘅方法啦。今次分享嘅份量可能只可以做到10幾件，同大家喺個畫面見到嘅份量唔同。首先我哋將3茶匙嘅糖、2茶匙嘅酵母、1茶匙嘅 baking powder 加入一個大湯碗或者沙律兜裏面，然後加入150ml 嘅溫水，攪勻咗之後就放埋一邊備用。跟住我哋將3、4條蔥洗乾淨，如果你中意嘅可以再多啲，將啲蔥切成細細粒。呢個時候正話預備嘅酵母應該已經開始發酵嘅狀態啦，可以將麵粉放入個大碗裏面。為咗令到麵粉質地更加實淨，我哋會落150g嘅 strong flour， 另外150g嘅 plain flour。我哋將麵粉完全攪勻，當見到啲麵粉冇乜點樣黐住嘅碗嘅時候就 OK 啦。呢個時候我哋最好用保鮮紙或者揾濕毛巾冚住個碗，等到佢可以靜止一陣。呢個時候我哋可以再預備多幾塊火腿切成粒，份量你喜歡就可以噶啦。預備嘅蔥我哋放咗喺個碗裏面，加咗2湯羹嘅食油、1到2茶匙嘅鹽、1到2茶匙嘅胡椒粉。如果中意濃味啲，鹽同埋胡椒粉可以再落多少少，但係始終食得清淡啲比較健康。所有材料攪勻晒之後就可以備用啦。正話我哋預備嘅麵團，我哋放喺台面上邊搓大約8至到10分鐘，搓到麵團表面都光滑，就可以將佢碌開成為一塊大約10寸乘12寸嘅長方形，然後將蔥油、火腿平均咁掃上去麵團上邊，將外面1/3塊嘅麵團向中間接好之後再對接，成為一條長形嘅卷狀，表面可以輕輕咁搽上一啲嘅糖漿或者蜜糖，然後灑啲芝麻上去增加口感，就可以切成一嚿嚿，放入去一個已經預熱咗攝氏200度嘅焗爐，只需要焗18分鐘。去到一半嘅時候就將個焗盤轉換方向，可以令到焗出嚟嘅顏色更加均勻。整個過程就係咁簡單啦，大家都一齊試下啦〜